文学家跳出来做社会运动的，讲起来没劲多了啊。那我刚刚有提到过，钟岛就是一个实践家，一个运动者啊。他除了对文学有那种使命感以外，对国家的走向也非常关心啊。所以他做第一届台湾笔会的会长，韩国客家协会的会长以后，他就突然也200人了啊，200的成员啊，到处去支援各种社会运动啊，自由这个东西，现在的年轻人来讲，它就像空气一样，我一生下来就有了，很自然啊。长大以后，我想骂谁就可以骂谁，我可以批评政府，我可以在网络上写任何文章啊，也是按照自由啊，这是天赋的人权啊。上到很严自由的权利啊，不过从中老的时代没安样哦，韩国较早啊其他地方的国家没安样啊，没按照自由很样来来争取。因为中老除了写文章以外，其实知道也做会按台湾人而争取的东西啊，台湾迄么个啊，虽然的祖先是中国来的，不过来300-400年啊，所以大家按到几百年的，也是会生长以后要发展的地方，也是会不卡啊，我们的家园啊，按样的主题，按样的思想。表现透文学，也表现在他对社会运动的支持。